今仔日是国内外宣导奉献主义，奉献地伫做伙头前，请关心奉献，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因为无论啥物所在，有两三人伫我的名聚集，我也伫因中间。三角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7首，圣诗27首，请起立。
行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头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古人的来受苦，定十架，死怀葬，落伊苦，第三日对上中国化，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徒相互教会，信徒的上空，随下面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个用启应文32篇来应答上帝话。上主啊，我对亲恩求教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为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受亡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今日伫这圣所安静来到你的面前，为你的疼甲恩典调阮来敬拜你。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各真各活的上帝，是实在、真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主啊，阮要大声向你献上阿罗。阿罗，你是圣洁、公义、甲慈爱的上帝。虽然世界真乱，人生无安定，但是阮知，总是你永远做王，你的旨意永远徛伫。主啊，当阮来到你的面前，阮嘛承认阮的软弱。阮知影阮头壳所想、喙所讲的话、身躯所做的，定定无照你的话来行，为着家己的方便，无照你的教示。嘛无看到身边所需要的人，主啊，求主你赦免阮的罪过，洗清阮一切的罪。感谢主，你赏赐阮有性命甲气力，每一日有平安，嘛赏赐阮有教会，正做咱小灵的家。感谢你保守阮的家庭、工作甲学业，虽然伫无用压力甲困难的中间，总是你的手一直牵阮来行。阮嘛为着你的教会来祈祷，求主你看顾我的牧师、长老甲执事，伫牧养甲服侍的过程中，赏赐智慧、谦卑甲疼心，嘛为着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年岁大的、少年的。求主你来保守，互阮伫信仰的路程，使学习安怎信靠你、顺服你，互阮的信心一日甲一日搁较加添。阮嘛求主你伫礼拜中开阮的耳孔，互阮听得清楚；开阮的心，互阮明白真理。愿你的话成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愿将一切的代志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这是阮嘛爱诚心拜礼以上的祈祷，这是爱照主所教示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因讲。
请做伙来公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诗篇460篇，伫台语和日本688页。恁着乌鲁耶和华，我的心啊，恁着乌鲁耶和华，我一心要乌鲁耶和华。我要我的是要唱歌乌鲁我的上帝。恁无得我靠君王，无得我靠世间人，因一点仔袂帮赞，伊一个断去就归途，伊所计伊的，伫迄日就消灭。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赞，望伊的上帝耶和华的，即好人有福气。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保守生死，到伫永远。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手持正义，互妖恶的。耶和华投放受拐竿的，耶和华开青迷人的目睭，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疼惜伊人，耶和华保护主外人，扶持孤儿寡妇，道歹人的道路。互伊弯桥，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西安娜，你的上帝要做王到万代。恁着乌鲁耶和华，请洪志洪牧师讲道，题目是上帝的创造甲信息。好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今日有即个机会，通代表总会团队事工委员会来上坛教会，来为着咱总会国内外宣道的奉献组织来请安。嘛感谢教会有接纳开放今日的即个奉献的礼拜。我是因为我顶一摆我查我的记录，顶一摆来敢若是。2006年还是2007年的时阵，200年前，所以迄阵嘛拄好伫总会做干事然后我2009年我就放学伫总会干事，到伫信理中会来伫教会牧会16年了后佫有一摆机会伫旧年7月，受到即马总干事邀请伫总会内底来担任助理总干事我其实。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关怀总会属下所有的机构特别是学校、病院当然其他佫有足侪比如讲社福机构比如讲咱的营地等等不过主要是放伫学校甲病院这机构的关怀，特别咱知即马总会属下的学校应该说讲台湾所有的学校拢受到少子化的影响，所以足侪学校的财务拢发生真严重的问题。咱看到伫117年咱教会内底嘛有代教授的其实拢了解。到伫117年学年2028年的时阵，咱教育部就预估全国的大一新生会减到剩17万。17.3万人，17.3万人。我们今年我们2025年新生儿只有10.6万而已所以咱拿到一直强强。不过咱到2028年咱大一新生会敢若剩17.3万人不过咱在公立大学公立大专差不多提供12万新生的名额，所以私立学校。会当招到的学生若讲全部拢选公立，国立的才来选私立私立学校敢若剩5万人5万人。不过咱知影，咱即马台湾咱即马台湾的大学大专拢总145间，包括大学、包括学院、包括专科真少无几间145间。所以到时阵咱来看到最后迄个私立校敢若剩5万人，5万外的学生
家己会当支持差不多50间到60间的私立的大学。意思是讲，到伫117学年度，全台湾上无爱有40间以上的大学。大专会面对着即个退场退场的危机，所以总会属下的学校，咱拢是海校第一排呢。我们北部最有名的真理大学，较早有这小台大，即摆一直拉到海校第一排全国私立学校会当讲是倒数最后一名啊，倒数第3名就是咱南部的长隆大学，所以咱不过这个学校，特别是咱的真理大学，咱知。迄是马街的起家厝呢，迄是炮台埔呢。马街一开始来到淡水的所在 ，Oxford College 对无？牛津学堂内底，阁有教师会馆，阁有牧师楼，阁有高娘楼，阁有马街故居，拢总5栋，拢是咱教产真要紧的教产。另外伫淡江中学内底，阁有马街墓园所以伫即个过程中，咱若是万一真理大学若无去。教产归伫新北市政府，其实咱长老教会北部起家处宣教的基地嘛会拢无去，所以咱即马拍拼就是要想尽咱的办法，将咱北部的真理大学，将咱南部的中营大学，咱的中营中学中营女中，咱后礼拜二，咱会请中营女中的校长、董事长来总委会报告，打算要将中营女中来合并。甲中营中学来合并做伙，所以即马足侪学校要救学校即个代志，真正是需要大家好好去关心、去整顿、去合并。毋若咱要将珍贵的即个教产得到保存，相信咱嘛爱互学校会当继续活落去，继续去做教育、去做校园宣教的工作。今日是总会团队委员会。较早所讲国内外宣教的奉献主任，总会团队委员会主要的事工就是国内所有传道师的培育国外就是这宣教师的车牌关怀，是讲国外台湾人的教会的关怀。咱即马国外台湾人上界侪就是北美甲日本另外，所以即2个所在嘛有不止侪咱的宣教师伫即个内底当然，北美、日本的宣教大部分拢是针对咱台湾人的教会。不过伫日本，咱即马阁有爱奴族的宣教，咱嘛有派宣教师伫迄所在学习日语，甲日本的教团做伙合作，嘛响应日本人来宣教。因为即马伫日本足侪台湾人。搁较侪中国人嘛走去日本所以日本教会其实嘛面对足侪无共款语言的需要当然，其他的地区，欧洲地区，是南美洲，甚至是讲纽澳地区嘛，拢有咱的宣教师伫迄个内底这拢是需要咱好好去关心，好好去联系另外即马差不多逐间教会拢有咧看新安宫的读经的运动咱会更新做看，这个拢嘛是总会团队事工委员会负责的即个项目，需要有真充分的经费来推动，所以毋茫请大家好好来为着即个奉献组织来关心、来奉献、来带导因为即马总会过去 COVID 的期间感谢上帝，咱拢无法度出国，拢无法度开会，所以欠即寡钱结果欠即寡钱，即马就准备要救学校咱为着要救真理，咱去年已经付3000万，到今年的3月要付1亿，要今年的7月要1亿明年还是要2亿，2027年要2亿，2028年要1亿5，2029、2030年 total 加起来，总会2030年之前对教育部的承诺款是7亿是7亿所以毋茫请大家为着即个代志，即个钱拢倒去处理即个学校相信当然，阮嘛爱毋茫病院咱长老教会马街系统南部有长期的系统，嘛会当出面来斗相共，借着这个方案合作产学的合作，是校地的合并转换，咱嘛毋茫有这个病院的资金会当挹注，是讲社会企业的资金会当挹注，
毋过就是爱请大家为着总会来祈祷吼，要调会遮个资金，是上时嘛是咧做宣教的时阵，真正需要上帝恩典、上帝帮助，通过咱正教会的大道甲关怀。今日我主要要和大家分享诗篇146篇。伫这首诗篇内底吼，咱看见一个 keyword 哦，这个 keyword 叫做创造吼，创造吼，创造咱来看146篇迄个我圣经要安怎试？要安怎试？左右好，好。好，咱来看第6节啦吼，OK， 第6节吼，OK， 走去啊，安尼我来试哈，第6节吼，咱做来读第6，这是华语的吼，这台语的吼，华语的吼，华语哦，好，所以咱吼，来预备来，上主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守信息直到永远。OK， 咱来注意看第6节咯吼。第6节有2个 keyword， 有2个关键的字吼。第一个，上主造就是创造吼，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世间的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过来咧，上帝是守什么信息的上帝，直到永远。OK， 所以咱来看这段圣经节吼，这段圣经节，互咱看见。当咱来当好好去观察、去发现上帝创造的时阵，咱常时嘛会体会到上帝信息的本性。意思是讲，既然咱所相信的上帝是遐尼伟大的上帝，伊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所以咱所信的上帝，伊嘛是信息的上帝。伊是讲话算话的上帝，伊对咱的永远拢袂改变。所以咱所相信的上帝，伊是讲话算话的上帝啊。讲话算话哦，做人有信用，会当受到人的信任。我想这是任何一个人上界宝贵的资产。相似哦，咱若是对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有绝对的信心，有绝对的信号，这嘛是咱有限的人。上帝互咱活伫世间上界大恩典甲愿望，是毋是呢？因为无论咱拄着甚物款的好事歹代，特别是困难的代志，咱所信号的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只要咱愿意顺探上帝，好好遵照伊的意思去行，上帝绝对会替咱负责到底。伊是信实的上帝，伊嘛是创造大有关联的上帝，伊无所不能的上帝啊！几工前就是前几工，我有受邀请去参加即个或者马偕病院即个急诊医学部的忘年会吼，伫迄个新兴迄个林森北路迄个新兴迄个电影院后壁遐吼，一个聚兴会所在，哇，迄开50-60块度，我想讲，你这急诊医学部应该医生加起来嘛无遐侪人。结果迄个迄个陈定国吼副院长伊就甲我讲，哇，迄毋是啦，迄是因为阮急诊医学部吼还要接触检调警政吼，即个社会各阶层吼，而且吼，即个中山北路吼，其实迄个范围敢若2间病院啊，台过来就是马偕吼，甚至对沙田埔迄边过来嘛是较大个医学中心啦吼，其他就要走去迄个龙总吼，走来北投，走去北投甚至要走去别位去，所以迄个较中心的所在，可能马偕较台，所以有当时迄条线其实林森北路遐足侪案件，什物货拢互枪杀啦，互倒抬着，等拢会送去马偕，所以因要含遐个人有一个真好的关系。我伫迄个所在。我就看讲，迄个急诊医学部，因做伫长官在发言的时阵拢讲其实急诊医学部马偕的翻转就是1978年的时阵1970年我袂记，就是伫咱松山的迄个福远街大爆炸对无？迄阵大爆炸，足侪人死伤，结果送到足侪病院拢无要收，干那马偕会收啊。
马街会收啊，所以迄阵叫做收会，因为马街迄阵有一个足出名的医生叫罗惠福，伊是迄个整形外科烧烫伤的专家，所以迄阵拢送去马街，所以马街一夕成名啦。佮加上几廿年前八仙城堡淡水马街嘛是伫遐对面尔，所以马街拢是靠着基本医学部其实帮助马街的名声拍出足好的名声。啊，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知影，咱若是捌去迄个急诊室的人拢知其实整个急诊是看透人生啦。因为足侪互送入来患者拢是因为忽然间发生意外，互因的人生种种的计划拢拍乱了。一个好势的人，真可能忽然间因为中风，咱即摆天气寒，足侪人忽然间中风，还是讲发生意外，结果咱的人生就陷入到伫困境的内面。一个人破病，全家拢会受到牵连，真正是安尼所以兄弟姊妹，总是咱伫人生的中间咱人生拢有无共款的计划。我想讲新的一年，我想要计划做啥物，不过一个意外来，全部拢拍乱了。那你家拍乱，咱身躯边，咱家庭嘛会做伙来受到牵连。总是咱真学去预防讲破病还是意外莫发生，是毋是？咱无法度去预防啊。但是姊妹，咱人活伫即个世间无论是咱个人，还是整个国家社会，甚至全世界，咱即摆全世界，即摆变动非常的大，无时无刻拢会互咱有可能会拄着，互咱陷入困境的代志。总是感谢上帝。咱看今日这段圣经咱做基督徒，上帝互咱上界大的恩典是啥物货？上帝互咱上界大的恩典就是咱所相信的上帝，伊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同时，伊嘛是讲话算话，绝对信实的上帝。只要咱好好信靠伊，咱遵照圣经的教示甲命令去行。圣经中足侪上帝的应允，这应允就会实现伫咱的身上安尼到底，咱要怎样伫生活中常常去经验到上帝奇妙的创造，以及上帝的信实的？诗篇146篇这是诗篇最后的5篇146到100，这是一个 group 这个诗集146篇到150篇。互人称作哈利路亚之诗因为这个诗歌，这5篇的诗歌圣诗第一节甲最后一节拢是啥物货？拢是领着俄罗耶和华领着俄罗耶和华希伯来文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哈利路就是领着俄罗亚，就是耶和华所以领着俄罗耶和华，所以这5篇的诗篇拢互这哈利路亚之诗因为最后一句头一句拢是领着俄罗耶和华，所以伊就强调咱活地就是爱俄罗上帝。特别46篇146篇第1节第2节，伊提醒咱啥物第一节走起无你帮助我一下我乱记已经是走到上元去OK 咱来做一读第1节好无预备来，哈利路亚！我的心领着俄罗上主，我一生要俄罗上主，我要活地时要称赞我的上帝。OK， 咱来看到这段圣经节诗篇作者伊提醒咱其实这嘛是诗篇的作者的自我提醒伊讲我的心我的心领着俄罗上主，俄罗耶和华，我要活地时爱逐工不断来俄罗上帝。兄弟姊妹，你敢有常常俄罗上帝吗？当然，咱俄罗上帝袂当食做咱的迄个话母啦袂当食做咱的口头禅问到咱凡事拢着爱感谢上帝总是迄个口头禅就是有嘴无心啦。咱伫落教会的口头禅，或者啥物？或者更勤平安平安平安咱伫落教会口头禅平安不管你有平安无平安，咱大家看到人就爱平安平安平安
有当时咱恶多上帝，感谢上帝，阿免吼。我一摆伫一间教会嘛是咱长老教会，迄个较混兴的教会啊，伫遐讲道。我讲2句话大家较着阿免一摆，阿免一摆。伊愈阿免，我愈大声，哇，足振奋人心。不过我知影我的讲篇我拢是写起来，一字写起来。我讲系啊，我等者要讲着我18岁徛奥多摆弄电火条的代志，毋知会阿免无？叫我真正讲，我18岁时我徛奥多摆弄电火条，阿免啊，我阿免，系啊。我讲好啦，阿免无毋对，因为拢无死啊，即摆还活着，所以阿免。所以有当时咱有当时口头禅有当时咱若是口头禅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有心无喙，安尼学到毋若上帝袂无欢喜甚至嘛会造成人的误解，还是笑柄，甚至是伤害，是毋是？诗篇作者诗篇作者伊提醒咱，伊讲我的心就是咱爱专心学到上帝，专心就是爱用心。所以学到上帝一定爱有证据啊，一定爱有理由，而且是正确的理由。若无咱的学到就是无真实，就真假，嘛无法度得到上帝欢喜。就像咱咧学到别人共款。我会记得我伫迄个等伫要过年啊，旧年的过年食西走食足济。阮教会有一个执事住伫南部转来了，讲牧师你变瘦啊！叫我讲，我就无啥话，我明明就变较大箍，你讲我变瘦感觉是我穿乌衫的关系嘛所以有当时咱学到上帝学到人爱充分爱正确的理由袂当黑白学到，是毋是安尼？所以咱学到上帝嘛是共款啊，咱会学到上帝若是理由无够充分、无真实，甚至咱学到别人甚至是为着某一个利益，才想要来甲伊学到称赞，安尼即款的学到即款称赞，一点仔帮助拢无。所以咱学到上帝爱用心，爱安怎用心？就是爱好好去体会，咱才有法度找出好的理由来学到上帝。其中上较好的方式，就是较早咱所读的即个第6节第6节伊讲上帝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意思就是讲咱爱常常出去看、出去观看、去体会上帝的创造。一礼拜我感觉上无爱找一工，爱将家己放空。出去外口行行，咱透过上帝的创造，咱好好向上帝来学咯，咱好好向上帝来学咯。第二我头先，因为我即马住伫上港路，总会后来有买一栋宿舍伫上港路新天宫遐，所以我透早我出门，我就较早来我骑 U-bike 骑到松江南京站我对松江啦，去短咯，我时间佫伤早，我就驶去边仔一个。敢若是南京东路迄个甲迄个松江路交界迄个边仔后壁有一个小公园，我就徛伫遐，U-bike放伫边仔洗两面，我感觉哇，迄个花花草草足水，我今仔遮尔透早，差不多7点嘛还好啊，7点外要8点，结果拢无人啊，拢到用遮尔水的景致拢无去看，所以我伫遐就享受哇，上帝创造。其实人的作为拢是上帝创造人的安排。有遮尔水的花园，伫遮尔繁杂都市的一个小角落，有遮尔水的。而咱台北市足侪即款的公园，足侪即款的公园，咱就爱去找时间，将家己放空，去外口行行，透过上帝创造，咱开咱的声，拍开咱的心，来向上帝来学到上帝，绝对毋是礼拜日。来敬拜赞美，来唱诗歌，咱才学到上帝。是每一天，咱透过上帝创造、上帝安排、上帝的作为，咱拢会当向上帝来学到。另外第2第3节到第5节第3节到第5节，我走起，你帮我切，这现实伤好啊。第3节到第5节第3节到第5节，咱来伊讲恁毋通倚靠君王，毋通倚靠世间人。因一点仔拢袂当帮衬，因会开一顿就归途，伊所拍算的，迄天就消灭啦过来第5节第5节，因雅各的上帝做帮衬，仰望上主以上帝的人，即人有福气。所以即段圣经互咱看是讲，
咱若常常拄着问题，常常第一想的就是爱赶紧找人来斗相共，是毋是安尼？赶快找人来帮忙，无毋对。咱人拢是上界实际吼，看会着，会当上界直接去找的对象。不过诗篇吼，即段话嘛提醒咱，遮有权有势的人吼，你知影讲吼？你讲即段圣经吼，伊讲第四节吼，咱看第四节上一页吼，第四节，他们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你知影迄个现代台语圣经安怎翻无？现代台语讲，因遐拢是会死的人啊，讲较直接，会死的人。意思是讲，咱常常去找对象，去找人来甲咱斗相共。诗篇的作者提醒咱，遮有权有势的人，因有缘嘛是会死的人，是有限的人，甚至因对咱的帮助，嘛是有因的目的才来帮助咱。所以咱爱找人帮助，无毋对，总是真正的帮助者是上帝。所以诗人讲，伊讲靠上帝帮助的人，上界有福气，因为上帝才是咱真正的仰望。所以咱学到上帝第二个理由就是，咱爱确信上帝是唯一会当帮助咱的对象。只要咱好好信靠上帝，上帝绝对会帮助咱，因为伫伊无恶正的事。上帝会透过各种咱所想象会到，以及搁较侪咱想象袂到的方式来帮助咱。换句话讲，咱不管是对人、对任何的方式、管道得到的帮助，咱爱确信，遮个拢是出自上帝的帮助。既然是出自上帝的帮助，咱就爱尽心尽力去做上帝爱咱去做的代志。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大心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对无？大心爱将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目的、上帝的公平正义，咱爱追求上帝的公平正义，爱去做上帝看这是对的代志。然后，英文咱讲，这一切拢要加添互咱。我对即句话的体会就是讲，既然上帝已经应允咱，会将一切咱所想象会到，咱已经搁较侪咱想象袂到的稳定加添互咱，安尼，咱就爱将结果放心交托互上帝，然后凡事尽心尽力去做，莫放弃。总是咱爱将结果交托互上帝，毋免强求，因为上帝总拢会将上好的来赏赐互咱。所以最后，咱来看第7节吼，第7节到第9节吼，你帮我看第7节到第9节吼。第7节到第9节，咱来看吼，来，伊受欺压的伸冤，使食物互妖恶的人，上主讨放互乖的，上主开痴迷人的目睭，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义爱义人。好，咱来对。上帝保护上帝保护出外人吼，寄居、夫妻、孤儿、寡妇，要互歹人的道路弯曲。OK， 咱即段话其实搁一摆吼，互咱一个真大的愿望的。当咱陷入到伫困境的时阵，伊讲上主开深迷人嘛，就上帝呼吸受压制。当咱陷入困境的时阵，上帝绝对会伸手来帮助咱，伊会亲自甲咱同在。带咱脱离世间种种苦难的捆绑，所以咱拄着苦痛、软食的时阵，毋免烦恼，毋免惊吓，反倒咱犹原爱继续称赞上主，爱学到上帝。其实学到上帝吼，就是对上帝上界真实的信靠啊。因为代志还未发生，我先学到你，表示我对你的相信啊。因为上帝是有创造大能的上帝，伊无所不能。上帝嘛是信实的上帝，伊所讲的话绝对会实现。所以当咱学到伊的时阵，就表示咱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咱爱完全信靠上帝。总是信心若是无行为，信心就是死的。咱真正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靠，爱表现伫咱对上帝真理的顺探，对上帝真理的遵行。所以第7节到第9节吼，这段圣经特别是到第9节吼，咱看第9节。第9节吼，就讲上主保护出外人、夫妻、孤儿、寡妇，这拢是当时的社会上上界软者、上界弱势的人。
所以这段圣经嘛，互咱看见，当咱身躯边有人受着欺压，有人枵恶受着捆绑，身魂体软正受着迫害的时，咱嘛必须爱用实际行动去甲因关怀，去甲因帮衬的。意思是讲，上帝真理咱若实践愈多，表示咱对上帝信靠就愈真实。啊，咱对上帝真理的实践，其实嘛爱需要咱好来认捌上帝真理。意思就讲，咱若对上帝真理实践愈多，表示咱对上帝的相信是愈真实。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通过咱对上帝的学路，较早拢有问咱的师会的同工吼，我小可甲伊请教，因为我对咱上山教会无熟，我敢若捌的就是高中临时安尼尔啦。因为较早过去，阮伫客家吼，因为爱下家人吼，客家人因为高中的牧师伊嘛足够讲客话吼，伫龙潭教会社教100年来首任牧师吼，所以上山教会我应该敢若捌迄2个尔，其他拢较生话较毋捌吼。所以我嘛毋知讲咱教会到底做啥物事工。较早咱师会同工有甲我分享，小可分享我甲伊请教。咱有做迄个儿童课后陪读辅导的班吼，咱嘛有做即个遮个摊贩的关怀的工作，吼嘛有老人的关怀吼等等。其实我感觉哇，上帝互咱上山教会，咱是伫老河夜市文化，又是台湾 Top 1的。最有名的文化，咱台湾夜市的文化已经拓到东南亚的，你去泰国，你去印尼，去马来西亚，足侪拢嘛有夜市，拢嘛是对台湾学，甚至欧洲的国家嘛开始有夜市，不过因较学啦，因为伊寒吼，暗时啊真早就人就困，较无夜市。不过咱教会坐落伫即个所在，我相信上帝绝对有伊咱想象袂到的心意，要来向咱显明。我记得几年前，毋知几年前，因为我是旧年2024年才是对总会议长就任嘛，所以2025就入去总会做助理总干事。伫进前因为我是总会干事宿舍小组的召集人，迄阵就讲上山教会要起，是毋是要和总会做伙起？不管安怎吼，我相信讲上帝的意思超越咱的意思啦。咱只要好好拍拼来做上帝欢喜的代志。好好来遵趁上帝的命令，好好来信靠上帝，上帝绝对会祝福咱。嘛，望咱今日通过这个组织，嘛做来关心咱台湾国内外的宣教师、咱的传道师，通过这个组织互相来扶持，互相来帮衬。望大家做来关心，嘛愿上帝为真济咱的帮衬甲鼓励，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搁一摆通过你的话，互相来激励，互相来分享。愿你的话起条伫阮的心里，实践伫阮的行动，互阮通过对你的听、对你的顺探、对你的信靠、对你的学路，互阮一生无论伫即个世间拄着啥物款恶担当的代志，上帝你的恩典绝对教也阮用。嘛，求主你复兴阮的教会。伫老河夜市这个所在，为主来发光，诚济正人愿望的记号。感谢主，听阮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请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保守诚实到伫永远。诗篇146篇第60。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保守诚实到伫永远。诗篇146篇第60。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84首，圣诗484首，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廖国干技师、曾怡宁技师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一点，今日是总会锁定国内外宣道奉献主任，派黄志宏牧师来讲道请安。多谢裴牧师，请兄姊关心奉献。第二点，为着环保2022年的会员手册买电子档的人，请到1楼公布栏登记，也是甲陈美玲牧师讲，登记到1月25号为止。黄信时姊妹伫1月10号蒙拄温雕，定1月24号9点要伫台北华爱馆至真厅1楼1厅举行告别礼拜，了后要去平安园举行安葬礼拜。要参加安葬礼拜的人，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上中指订正。周间的聚会甲澳洲圣公侍奉者，请大家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遮个朋友。第一位，咱欢迎王维秀姊妹，欢迎。好，过来咱欢迎江彩杰姊妹，欢迎。请坐。好。圣时节的即个告别礼拜了后，伊的交通车要去槟榔园的交通车是伫华爱馆直接出发，
所以咱请兄弟姊妹若要去平安园会当伫1楼登记，咱伫迄个听候的时间，咱会伫遐做简单的用餐，所以请咱兄弟做伙来关心。即时咱来祈祷，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祈祷，互咱看见世界真侪所在的战争，也是有真侪的天灾，咱恳求主的怜悯，也为着各地宣教师因的宣教来祈祷，为着咱建两个事工，以及咱对外或者宣教的事工，也是咱内部起做的事工。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愿用即事来祈祷，互咱嘛为着咱真关心的国际上来祈祷，互伊伫病院伫治疗，咱嘛恳求主会当医治，互伊紧紧恢复健康。咱嘛为着身躯欠安伫处理疗养，也是做化疗伫处理休困的遮兄弟来祈祷。咱为着活主者、肖恩杰、燕春、慧玲姐、陈欧兄、林水长老、伊利。明月姐、道明兄、秀慧姐、金芬姐、玉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俊成兄、明理姐、阿菊姐，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也今仔日咱听见，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的主日，真侪人去到国外的所在，也是国内的所在，伫遐宣道，也是遮机构，咱也为着遮因的欠缺来祈祷，互咱做伙开喙来祈祷。感谢上帝，你今仔日透过这段圣经节，搁一摆提醒阮，阮着为着你的创造、你的权能来祈祷。阮毋若是为着阮的需要伫祈祷尔。主恳求你伫祈祷这项事顶面，搁较侪来教示阮。主，阮恳求你来带领阮遮的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伫处理疗养的。有诶也接受化疗了后，伫处理休困，主恳求你拢保守，互因会当透过这医疗，互因诶身躯会当得到帮助，也保守因厝内人伫照顾病人诶时，也会当有臃肿诶身躯。阮也为着大院诶国际上来祈祷，恳求你帮助伊，互伊紧紧来恢复健康，也为着怀孕诶原因即事祈祷，恳求你帮助陪伴伊，特别生产。恳求你会当甲伊同在，也保守阮的教会内面有真侪遮细囝的家庭，恳求你保守遮个少年的爸爸妈妈，也是照顾遮个阿公阿嬷，互因拢有臃肿的身躯，照基督的真理来养育因的囡仔。阮也要为着今仔日阮所听见国内外宣道的遮个需要来祈祷，恳求你帮助有侪侪的人引起到。真青分的所在，伫遐传福音，也有真侪机构，也是遮个传道者伫本地伫传福音，恳求你拢使用遮个福音的事工，引带搁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你。主也恳求你引带阮的教会，互阮伫即个时代会当做合你心意的事，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来向前行。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会当行伫你的真理，也保守阮虽然面对真大的威胁，甲内部的混乱，总是互阮会当定着伫你，也引带阮所有的遮基督徒兄弟姊妹，伫现主时，阮也会当搁较迫切祈祷，也会当勇敢传福音，互阮四周围要未信的人。阮嘛要为着世界来祈祷，阮看见真侪的战争、天灾。也是遮个人为的遮个败坏，伫危害全世界。主，阮恳求你的怜悯，也恳求你的公义，会当伫其中来运行。透过你的治理，帮助阮即个世界。主也互阮伫即时也会当陪伴好阮家己，因为阮相信主，你爱阮伫即个世间，爱阮做甚物？主帮助阮，互阮会当了解，会当明白，并且领受对你来的使命。阮也为着宣教师来祈祷，有侪侪宣教师去到国外，主恳求你保守因，特别伫真侪遮个真危险的所在传福音的宣教师，恳求你保守因所做的工，也保守因的性命。主，阮也将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
恳求你引带带领。虽然伫阮的生活中间会拄着艰难，虽然阮的体力会渐渐衰败，总是主，互阮会当定睛仰望你，互阮知，当阮哪来哪追求明白你的时，你要加添互阮信心，互阮有气力伫即个世间行头前的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吟诗、圣诗393首，圣诗393首。吟诗了，请陈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